台南市凤凰城国际青商会透过举办10大杰出儿童选拔，鼓励各小年学生伫德、智、体、群、美5育顶面平均发展，为因家己甲学校再来公营。主办单位26号伫议会2楼大会议厅举办表扬典礼，由市长王伟摕亲临颁奖。10大杰出儿童，那见证了我们凤凰城青商对于我们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重视的一面。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也要祝福我们大会圆满，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弟妹妹们，或是在学校，每个都是各学校的代表。那我们也会在各界去积极去推广这个活动，让大家知道，因为以前这是台南市的，收到。所以县市合并之后，比较以前台南县的学校可能对这边的资讯比较不足，这也是我们会后续会继续改善的地方。第35届10大杰出儿童得主为英和国小的庄佑琪、南大附小郑敬杰、西门国小陈敬之、义载国小黄若慈、安定国小蔡怡杰、定海国小蔡佑瑞、友文国小林千月、福兴国小戴品文、理 K 国小王方凯、大型国小吴彦勋这10位小朋友。很开心我很荣幸获得这个奖项，然后也是要谢谢爸爸妈妈帮助我在这一次中，有很大的努力，我才能选中这个10大杰出儿童。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要规划的？既然这么优秀，就是想说自己想要当个电脑工程师。电脑工程师，彦勋从小就都算蛮听话的，那我们从小就让他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从小养成阅读习惯很重要。那妈妈这边也花很多心思，然后陪伴小孩一起念书，然后在各方面都成长得蛮好的。王伟摕表示，正肯定凤凰城国际青商会伫台南地区长期以来伫教育甲公益方面贡献，伊也期待未来几档的活动会当取得更大成功。同时，伊也向这10位得奖学生表达祝贺，祝愿因伫人生的学习之路顶面持续前行。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